接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陈义军涉嫌用人头诈领助理费，检方今仔依照贪污等罪嫌，甲陈义军等人起诉。台北内湖三军总病院昨暗一个72岁阿伯心梗塌入去家护病房，却攻击3位护理师，即摆护理师也被甲告落。方面来到为雨落正大，花莲玉里的便道易封城封路，各地也传出灾情。气象专家提醒讲，这2天拢要注意强阵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初3 AM 新闻，我是嘉豪。看到这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陈义军涉嫌用人头诈领助理费，虽然地检署侦办了后，认为伊含这办公室主任，把这助理费摕去纳储税、买股票等私人用途，在今仔日依照贪污等罪嫌，甲陈义军等人起诉。另外，检方调查时阵也发现讲呢，这陈义军涉嫌受建商诬洗，共摕70多万。有没有信心拼嘉宝议员？法警介护一审法院在押的台北市议员陈义军涉嫌诈领助理费超过384万，经检方3个月的侦办，即马侦查终结，初三依照贪污洗钱等罪嫌起诉陈义军等人。被告分别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及洗钱防治法之洗钱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事件调查为2019年开始，有2年时间找亲友做人头，领几600万买卖股票、缴厝租，互人起诉伊已经伫侦查的时阵认罪。不过检方调查阶段，佫发现陈义军涉嫌收建商70多万乌洗钱，压迫台北市政府相关单位，经办理建造甲道路开挖许可这个事务。我们哪需要议员去帮我们协调做这些事情，根本没有必要啊！我又跟公家没有任何的利益交往，我是完全错愕，真的傻眼了，真的。国内真正出现诈领助理费的争议，为立委林台华、高雄市议员黄孝庭，也有捌担任立委的新北市长郭宏安，拢牵涉在内。郭宏安佫因为安尼，互人停职。公费的助理基本上是不是应该法制化，甚至应该做最起码基本的一些公开，不管是自律或他律，只有2部分同时来着手，我认为是较好的方法。助理费争议小连续发生，江督民建议除了修法强化管理，为议会到国政党嘛要做好自律，加强内控制度。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这17岁倒球选手叶依点，因为伊的资格去互倒球协会剔除，无法度去参加 WTT 大满贯赛风波。今下晡呢，这体育署和倒球协会伫教育部处长张廖万坚调集之下，达成3项共识。那这倒球协会秘书长也出面回释内容。倒球协会甲体育署拢伫体育大楼，叶依田事件引起议论了后，体育署长陈世忠讲有去沟通，倒协居然唔来沟通，秘书长无甲选手回释咧，协会敢若伫官网声明会检讨，所以会冻结活动补助。初三下晡3点半，教育部处长张廖万坚调集倒协理事长赵忠讲，秘书长叶国钦、体育署长陈世忠进一步沟通，达成3点声明，包括秘书长叶国钦爱回释咧。我现在是代表我们的秘书长向那个叶依田的选手跟庄智渊的教练表示致歉。时间紧迫，无想周至，叶国钦伫美国公开赛报名日之前，无甲曾智嫣教练得到共识，都取消叶依田的资格公开回释咧。署长陈世忠讲，曾智嫣甲叶依田的妈妈看过声明，接受伊回释咧。庄智渊教练跟选手从头到尾就是要叶秘书长一个公开的道歉，我想这已经达到他的要求，所以呢，我们教练跟选手也已经接受了这样的道歉。当然，我们这部分我们就会收回这样子的一个惩处。道协表示，未来会加强甲选手教练的沟通，并以这项做简介，依照体育署以选手为主，进行更加长久的沟通。体育署表示，会甲道协共同参详，争取伫台湾办国际比赛。不过，对媒体问到，所有协会内底，敢若道协用黄金计划规定，选手有义务替国家参加比赛，未来会安怎讨论？张廖万坚无正面回应。他们认为，
在他们的选手众多，比赛众多，希望能够再加入亚锦赛，加入这个世锦赛，再加入亚青跟世青。那我们其实也有跟理事长跟秘书长说，这样的规定是不是以后也可以跟教练选手再加强沟通。体育署甲道协共同3点声明，对进前道协常务理事陈信安的声明，署长陈世忠表示，这是个人的行为，不是道协官方声明，无要回应，也为这个风波做一个结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这新冠疫情当咧严重，疾管署统计，顶礼拜8到63000人次就医，一礼拜内就增加132个重症，是今年以来上悬的。台北市医师公会就表示讲，这急诊的量能当咧愈来愈严，卡手不够会影响到病人的权益。那卫福部是表示讲，这急诊的人确实有增加，不过全国 ICU 病床也是会当维持伫咧1500个空床。拜四会阁再招病院和卫生局大家来讨论，要看安怎甲大家斗相共。5日节过了后，急诊就诊人数多，根据健保署资讯显示，青沙活动到台大急诊也有115人在台大院，那到登记台床人数有174位。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讲，这号他车已经加做日常的急诊室，佫较无用，烦恼压缩急动症较好量能，在人力不足的状况，第一时间看不到解决的方法。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一个慢性的人力缺乏的状态，所以也很自然的就会告诉民众或家属，等住院就是等3到5天。那这个已经是从去年就一直到现在，这个时间都没有变过的一个状态。我们的急救责任医院还有卫生局会再来开会讨论一次，说，以这一波的这个情形，他们的状况，然后需要什么协助。医师司指出，确实发现急诊求诊人数增加，单层数也有淡薄仔升悬，有个甲新冠疫情有关系。对于急诊人力不足部分，健保已经伫5月起针对急诊给付提升，讲有落在效果，都爱个观察。疾管署统计，顶礼拜一礼拜就增加132例新冠重症，是今年以来上悬。不过，这一波新冠疫情流行期会继续到8月初9。主要还是看端午连假后这一周的一个就诊状况，如果有比先前预估的落在这个11到12万人次这个部分有在减少的话，就显示说这个疫情有初步比较就是有趋缓的一个迹象。那后续的这个高峰跟可能高点就会再做下修。疾管署表示，顶礼拜当前个案高社是65岁以上长者，年纪上细时，一个5个月大的查某婴儿也着发现查某婴儿带做过家人，也有感冒的症状，佫有人快太阳性提醒民众。就算确诊症状较轻，也要注意对厝内诱动的防护。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讲到今仔日这方面来讲，为雨势就真大，彰化真侪所在拢伫咧淹水。那花莲玉里呢，也因为这雨落袂停，中量变多，高寮变多，对暗时6点呢，就成预防性风起来咯。气象专家也要提醒大家，讲这2天就要注意降准雨。车慢慢通过第11线101公里处的北投围桥，因为大雨落袂停，边坡已经放落去，造成土石流，涂骹拢是落高埋。第30线绿灯公路的花莲段，因为雨一直落，路边已经出现小雨。拄好在办毕业典礼的花莲玉里高中嘛，拄着大雷雨、大风大雨内面，学生嘛是真有热情。碰到下大雨，整个体育馆就停电，但是呢，我们所有的仪程还是照着走。然后停电了，但是大家的热情还是。在彰化县一寡地区，一天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100毫米。彰化市区嘛有一寡所在是积水淹水，内面中兴路186巷这个工地，本地已经伫要完工，佮因为强降雨延后，土木工班即马紧急进驻，伫大雨内面抢修。车山开始受到驻留方面的影响，西半部地区含澎湖、金门、马祖天气无稳定，过到东部地区含各地山区雨势变大。前气象局长戴明典发文提醒讲，山中对流系统挖过来啊。今年2天受到锋面影响，天气不稳定，外出活动的话，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而且在这段时间容易有局部的短延时强降雨，可能带来瞬间比较大的雨势，甚至是雷击跟强阵风。拜三全台天气都无稳定，拜四方面对北落南的过程，宜花地区伫过道雨势更较明显。拜5到拜6方面渐渐变远，但是水汽嘛是多。南部东半部继续落雨。气象专家提醒讲，这波对流方面速度较慢，影响较久，嘛要注意强阵风。特别是西半部地区，它不只有短暂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那甚至于随着锋面的移入，
还会有强劲的阵风。专家提醒讲，锋面渐渐对南平散了后，水气带还未完全离开，所以来个华南喷雾带接得移入。中南部和东南部要注意连续几天的落雨，避免去山区。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后壁昨半暝的两台轿车伫咧德威后桥附近相撞，有3个人掉伫车内面，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送病院了后也救无倒来。车祸迄个时阵当咧落雨，敢是因为落雨看袂清楚，才会出车祸呢？警方还佫伫咧调查。初日暗时，两台车相撞，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发现车头冒热，有一对男女吊伫咧车顶，那另外一台休旅车，有一个查某驾驶吊顶悬，警消赶紧救人。车路顶悬，零件碎糊糊，六个规世界，车头嘛拢冒气变形。消防人员赶紧把3个人救出来，不过拢无性命现象。车上2车总共有3名患者都没有意识啊。然后我们随即利用破坏器材将受困的患者、伤人全部救出救出后发现3个人都没有生命迹象。3个伤者送去病院抢救，也是救无回来。事发地点伫咧后壁区石安宫或德威后桥附近。事当时是暗时10点外，搁当咧落雨。这2台车敢是因为落雨天车出去，而且视线看袂清楚，才会相撞的。警方搁当咧调查。双方驾驶人当场死亡。另一名63岁阳性乘客送医后不治，全案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相关肇事原因。应该是讲你伫遮出来拢开商店来啊？这个所在，那边的社区看无？出来看无。记者来到现场是一个弯，边仔有一条爆花道路会接对遮来，这视线本地就无好啊，而且为车毁损的程度来看，初步检判这车应该是驶到真紧。目前警察已经报车检方来小验，嘛呼吁民众在暗时也是落雨天驶车，速度一定要放较慢的，避免出车祸。国视新闻综合报道。来看宜兰这国道5号一个姓杨的驾驶，伊利用这辅助驾驶系统驶车，却去撞到当咧摒扫的高公局玩弄车，造成2个人受伤送病院。警方也呼吁讲，千万唔通拢交予这驾驶系统，这驶车的人共款爱关前顾后。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这型清扫作业的高公局玩弄车，一只河一台驶真紧的轿车弄到，速度真紧。你说这一组大概多少钱？100万，就是所有赔到120万嘛。高公局表示，红龙海的玩弄结果，这会当规章化，大约爱120万。但雅思执证结果出来了后，会看状况讨赔。根据警方调查，这件发生伫宜兰国道5号的事故，姓杨驾驶家己讲有开启辅助驾驶赛车，和在车顶2个人只受轻伤送医，也毋过最近几年开启辅助驾驶造成的事故是定看的。就算他侦测到，因为距离也短，他基本上就相对起来，他就会常会有这种，就是直接撞上那个环状设施的部分。高公局表示，驾驶厅开启辅助驾驶功能时，虽然免一直打油门还是打档也毋过也是爱唱换hand道路，搁注意头前的车况。巡逻车到场了解驾驶疑似开启自动驾驶模式，而未注意车前状况。撞击正在执行路面清扫作业工程的缓撞车而肇事。警方呼吁驾驶员千万唔通过度倚靠辅助驾驶系统，随时注意头前的动态路况，保持安全距离，才会当保障自身甲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同款提醒咱观众朋友爱注意哦，这台中昨暗暝有民众骑一台中国的 B 型电动2轮车，却熊熊烧起来。消防队是开半点钟的时间才到火拍花。专家也指出讲，这款 B 型的电动2轮车电池成本较低，品质可能就无较好。若准备中国的，就要先检查电池，或者是换新电池会较安全。民众骑 B 型电动2轮车伫路中停落来，熊熊车呛白烟，骑士随跳车，15秒以后车就随着火烧。台中市南区中明南路甲复兴路口，初日暗9点外有 B 型电动2轮车着火烧，消防局到场抽水线抢救，而且甲车顶的锂电池等入去水桶内底，用要半点钟才甲火拍花。我骑到那边停下来，刚好冒烟了。因为它里面是有很多的锂电池，18650的锂电池，它会去做串联跟并联，那它就是会一直不断的，它只要温度过高，那它就会不稳定，那不稳定的话，它可能就会冒烟，
爆炸跟失火的状况。车主表示，家己是买二手车，已经骑1冬外的时间，为南屯区骑到南区，就庆宴个倒火。汽车行头家分析讲，是部分微型电动2轮车用较歹的中国製的锂电池线路无好，还是讲年久过深，电池的电线头落去，才致使意外。二手它有那些隐患啦，所以要去注意它的寿命，一些线路的一些寿命要去严选啦。可以考虑到店家去换一个电池芯或一个新的电池芯，它才能用比较久，或至少来做一些基本的检测。避免买到较歹的微型电动2轮车，或者建议民众会当经合格的厂商买二手车的时，嘛要先检测过，也是直接把锂电池换新才来骑。这个意外是互车辆烧甲剩骨架尔尔，加在现场无人伤亡，详细导火原因还阁需要调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今年台南国际白龙船锦标赛这奖杯的设计呢，是正闹开出现争议。机关就批评讲，这设计唔但无台南也无龙船的意向，而且佫是中国制造的。台南市的体育局就表示讲，是承包商无顶真，这奖杯一定做。白龙船比赛选手拼色咧白，台南国际龙船锦标赛，诚侪的市民甲游客关心。不过今年比赛结束，却因为奖杯设计引起争议，有民代批评今年奖杯唔但无台南意向，连龙船的元素都无，可能这支那是中国网络买的公版货。实际看奖杯下面大大记写 Made in China， 互选手感觉足失望。无迄个心去做这个活动安尼啊，所以莫怪我想讲，莫怪队愈来愈少，像比起来嘛愈来愈无感觉。可能今年特别准备有拿到名次，结果看到很没有纪念价值，就是希望大会能不能说做补剂或者是沿用之前厂商的设计。沙掉的这个奖杯是 Made in China， 就是中国制，刷来了后，淘宝顶款一查就买会到，你叫这这个选手情何以堪？参加10几档的选手讲，干那训练才2-3个月，参加比赛对因来讲是一款荣耀。因为这回奖杯无论是材质外形，拢参印年差真济。嘛讲今年奖金变少，赛制嘛改变，连龙船的专家的经理嘛真凊彩，致使真济选手拢去外县市参加。体育局表示，因为今年外承包商无注意到，才安尼生，后续会个定做。像今年龙舟船只的整理方面也很随便，旁边灯条的装饰也没有处理好。今年很多选手在下水练习的时候，每个人都被他旁边的螺丝刮伤。在当天晚上就跟厂商讲，就马上要重做奖杯来发给我们这些得奖的这个单位。另外，李总林就披上旗帜，比赛现场有市集，讲会有特许参国际特色，实际上煞有南中国际的会，因认为无该特动。针对争议，体育局回应，确实有需要改善。市府嘛强调，未来若办大型的活动，会更加严格审查。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爱迪生奖，台湾的研究团队今年摕到18个奖，敢若输美国排伫咧世界第2济。这个科技有用 AI 来斗掠漏，也有骨头保护膜，未来会当用伫咧退化性关节炎。这个研发和团队拢互世界看见台湾。攀有够重的器材，顺光线听声音，找出漏水的源头。这是带水的检漏员，全台敢若剩80几个人。过去靠漏师傅的传承，不过天分经验甚至环境的因素嘛拢爱有。即马透过 AI 技术的辅助，互掠漏的成本是大大降低。传承是不易的，所以它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判断。但是我们把它数位化跟 AI 化以后，它就比较有一个稳定性。当然，我们已经可以解离很多事件，所以像地底的一些声音啊、异常声音，我们都可以检测到。面对水资源加珍贵和人力减少，这是双重挑战。这项技术甲掠漏的准确度，对传统的60%到70%提升到上悬的98%。各地国际上红叫做是创新界的奥斯卡奖的爱迪生奖，一口气摕到3金3银1铜。今年台湾团队伫400项创新成果是摕到18组的奖，全球第2济，而且应用面是真快。佮包括成衣的新的材料，打进去的玻尿酸基本上是个液态的，所以它不可能留在这个手术或者是受伤的地方太久。我们可以放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药物，你就可以留在
受伤的地方，让它慢慢的去释放。加比色小甘的水果注入骨头之间，随着会当甲受损组织包起来，而且贴贴。稳定保护膜的技术，会使讲是医疗创举，上长会当停留伫个受伤的所在30天，会当用伫个椎间盘捅出来，退化性关节炎等等。另外，还有科技公司是下届用半导体的技术研发更高生产技术，造成环保效果。利用高能雷射做焊接，我们可以节电80%。这个80%的节电相当于减少了80%的碳排放量，这个是对地球的永续。不是为了研发而研发，我们研发是为了要解决市场上的我们社会上的一些需求，所以我们技术最后的出海口绝对是在市场。在科技创新的时阵，研发单位嘛强调可行性，这一项技术目前已经和生意公司和台水等单位来合作，免偌久就会当大规模商用。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伫嘉义市无人机产业园区开上100亿，要发展着无人机产业链。为了要培育这些产业人才，中科院甲中正大学6月初3举办交流合作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希望会当整合着产官学3方面的资源，伫园区内面设研究室，推动研发教育，也有人才交流。中正大学无人机的研究计划团队向中科院的院长分享目前无人机方面的研究。计划主持人表示，目前研究的方向也是以国防安全为主，所以除了无人机的控制甲 AI 人工智能的结合，嘛要来提升无人机的效能甲强度。那当初最主要的就是咧国防应用哈，因为在那个定义了它可以飞得比较远哈，那也比较在制空能力比较长嘛哈，制空的时间比较长。伫嘉义县面向要成立无人机园区的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甲国立中正大学以无人机甲人工智慧做目标，要为研发教育甲人才培养来合作。初3即天正式来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整个无人机产业，我们除了提供有很多的这些学生之外，我们在资通讯、在智慧控制影像，甚至法规甚至整个社会人权的议题方面，都会提供很多的这个协助。产业园区就坐落在嘉义县的民雄乡。中正大学刚好是我们最好的邻居，那就近利用中正大学所有的研究和人力资源，当然可以让我们无人机的园区未来能够更进步，产业更茁壮。中科院设的无人机园区暗算3年总预算86亿，目前国内已经有超过70间厂商有进驻的意愿。中正大学表示，希望中科院会当提供无人机研究试验的设备甲资源，透过合作，让咱台湾无人机的科技有更加好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文化部今日公布第44届行政院文化奖的得奖名单，拢总有3位，包括歌戏国宝杨丽花、客家建筑师鲍明光，也有农民文学作家吴新。这文化部表示，讲今年的颁奖典礼打算办在7月初10，会由行政院长来颁奖。歌仔戏，心跳白马哦，走三关，我改我所以啊。杨丽花是台湾歌戏的传奇国宝，今年81岁。伊的艺术使命会使讲是台湾歌戏的发展史。尤其1960年代以后，电视歌戏振兴，杨丽花的小型扮相是真侪人的世纪初恋。伊的作品对广播电视甲电影拢有，国内外拢有戏迷，嘛栽培真侪人才。因为杨丽花对台湾文化有真大贡献，嘛互伊得到今年行政院文化奖的肯定。伊的徒弟陈阿兰表示，杨丽花到达嘛要真挂心，要互歌戏通继续传承落去。歌戏是要安怎，搁互咱后代继续安尼万年久远传承落去。伊认为讲，这个电视歌戏一定爱会当搁再出现啦。文化奖的得奖者，也有农民文学作家高升。高升1944年伫中华出世，伊的文学关注农民和土地，嘛探讨社会变迁。高升讲，家己50岁以前，因为台湾需要民主和教育的改革，积极参与农业运动。不过，伊讲家己是农业专科毕业，阁是农家子弟。伊认为土地才是人的根本。50岁以后到达81岁，伊自身推广保护树种和环境永续。高升嘛希望未来政府会当积极投入自然环境的保护。所谓极端气候、温度一直升高嘛，咱讲这无土地、无文学啦，咱建树一定做讲
爱种着所在，种着树种有一个好的管理。行政院文化奖属个人匠心文化成就奖，是国家上悬的文化荣誉奖项。今年拢总有3位得奖者，除了杨丽花、吴成，更有客家建筑师报名讲，文化部表示，因是伫咧传统艺术、文化资产，抑个文学领域有重要的贡献。打算今年的颁奖典礼要办伫咧7月初10，伫咧台北市中山堂举办，会由行政院长颁奖奖证书甲奖金100万。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立法院今仔日针对2028无脱团的中会，这民进党的立委轮流决言，不过这南北两党依然是用人数优势通过表决。未来这台中法律发电厂就要逐年提出，而且落实减脱团计划，在2028年完成无脱团的减碳目标。民进党立委轮流发言，前因车轮战，立法院国民党团、民众党团联合提出2028无脱团中会，行政院随拨付一般性补助款，邀请党院长报告主权基金的进度，三大主决议初三饼全部通过。立委批评在野党是假民主、真正经的提案，南北颠倒批评政府用气力发电，历史真济气线岩的案例，拒绝火力电厂全开。台中人什么时候用废发电？什么时候火力全开？就在马总统执政的时候。民进党告诉你，现在台中所谓的焚化炉有空污，但是没有告诉你中火是焚化炉的16.4倍。为什么无照台电跟民进党政府还让它一直烧煤呢？中火是全世界亚邻界最大而且是最老旧的机组，也是污染最严重的。调野前半工上演表决大战，南北有人数优势，以59比50通过2028无脱团的中会，力赢反制提出2034以期换脱团，不过在野党无认同封杀提案。台中发电厂应逐年提出并落实减煤计划，并在2028年完成无煤中火之国家减碳目标。环团初三到立法院批评中会无正运转，要求中会减少脱碳，降低空气污染。台电讲9个月以来无收到任何差处，台中市政府无发照，台电按原照操作。台电跟台中市政府目前是各说各话的。那不管怎么样，目前5部机组没有有效许可证就是一个事实。台电的发电机的操作许可，事实上是还在台中市政府的审查过程里面，是他未发照，不是我们故意无照操作。另外2项主决议，那也要求行政院长杜英台专案报告统筹补助款，也加主管基金专案报告，力赢无反对，所以2项提案拢二读交付调野协商。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顶个月去到桃园视察大潭电厂，对这台电的员工讲，高层为着要互院长看到所有机组拢伫咧捧，却无注意到冷凝气未勘测就来逼破，造成大潭1号机故障，也搁伫咧修理当中。那台电董事长是赶紧来陪会，强调这台电上介重要的就是稳定供电。行政院长杜英泰5月16日视察大潭电厂，有台电的员工表出来讲，高层若像是为着要互杜英泰见证机组规个捧起来的情形，无注意到降温的装置未勘理，致使温度超磅怎呢裂开，大潭1号机组才会故障。所有的机组都必须按照安全规范来操作。对台电来说，我们现在不需要做成绩给长官看。台电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我们面对机组在除役，我们面对用电在增加，我们能够稳稳的供电给台湾这一个社会。根据台电员工表示，大潭1期燃气机组降温的装置用量，敢若会当互循环来运转，袂当咧经过气力机运转排放的热能。不过因为1号机的蒸汽轮机已经损害，系统敢若会当靠气力机来发电，无法度排放蒸汽，全部的蒸汽敢若会当拢通去降温的装置。不过降温装置气力机原底设计总输出量是100兆瓦，大潭电厂1期燃气机组的气力机一台上计限度运转是60兆瓦，3台召开是180兆瓦，超出原底设计100兆瓦。员工之余调度的政策错误，才会致使故障。它本身就是会在一个高温、高压、高湿的环境当中去进行操作，所以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其实针对于
整体来看的话，这个耐受性其实应该都是通过检验的固定周期，按照法规去检查它的使用状况，符合规格内的使用，就不会有这种包含什么过载啊、老化。新的电厂技术完工，但也没有气可以用，所以非常容量力的问题这缺电的问题是蛮严重。台电表示会赶紧把大潭电厂1号机修复，不过和平1号机、2号机顶个月底跳机，嘛引起国内学者烦恼电力供应的问题。台电表示，稳定供电给社会是因第1号机的工课。公视新闻台北报道。台北内湖三军总病院昨暗有一个72岁病患，因为心梗塌入去加护病房，伊想要落病床，或者医护人员苦劝，想袂到伊却出手攻击3位护理师，这家属赶到现场，随办出院离开。目前这吊伤护理师被解雇，警方也依照涉嫌违反医疗法、伤害毁损等罪，甲这个老大人上班。就有时候闭着眼睛都会想到看到病人就是拿遥控器要打向我的时候，受去当时和被人攻击的情况有关，心惊胆寒。6月7日暗时，一位72岁老先生因为心血管塌掉，带入加护病房。因为想要挽掉身上的医疗公路，和护理师阻止，竟然用手甲电视遥控器攻击。有3名查某护理师几个所在受伤，其中1个人目镜害去。也毋过，互因更较艰苦的是事后病人甲家属的态度。家属完全没有当下没有任何的歉意就算了，他隔天还有打来我们的单位，就是要跟我们致歉，但他就是说他爸爸可能睡觉进 ICU 的事情，还有攻击我们的事情，全部都忘记。我希望家属是可以知道说他爸爸这样是错的。受伤的护理师当下是直接前往急诊就医，而据了解呢，病患家属抵达现场之后，不仅没有致歉，而是办理自动离院，也让3名护理师决定提告，将通知劳工到案说明，并依医疗法伤害及危险罪嫌，移送台湾士林检察署侦办。受伤的3名护理警官由原的休假静养，院方透过声明认为此案唔那归开医术警官，也同款归开其他病人的就医权益，各指出表达医疗部的零容忍。真的被法院就是判刑的时候，其实通常都只有3个月，而且它是可以预科罚金的。在美国，相对他们对于护理人员的保障是很足够的。为什么？因为只要发生有威胁恐吓要打护理人员，他们就拒绝这个病患或者是这个家属再进入医院。面对台湾护理电力食力，医护界也呼吁，无应该只看护病比数字，除了解决无正常排班甲伤长的工时，也毋忙上根本的薪水待遇会当改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啉的牛奶是在地或者是进口的，常常民众是拢无啥啥。这是药事修法公告，未来青奶呢，要有政府或者是相关检验的标章，才会当甲伊标示做是青奶。那其他的产品，敢若会当写牛奶或者是羊奶，连这店家所卖的青奶茶，未来也着爱改名，对明年7月7日开始生效。会计啊，真侪款的牛奶，民众更介意的品牌，也有人选保9年。因过明年7月起，无出示牛奶标章，也是严重标章的商品，拢被当标示是新鲜牛奶。参照国际规范，修正鲜乳用词，取得中央农业主管机关核发之鲜乳标章或验证标章等时的标示为鲜乳。这是中央营养牛奶标示争议做出的修正，是数初3正式公告修法。农酪产业协会的立场来说，对于产业是正向的方向。我们一直以来都比较希望台湾的乳品标示可以更透明，然后而且是可以透过明确的分类形式来让不同的业者来引导，做一个正确的消费者沟通。进口乳的话，它的保存期限都是说超过的30天、60天、90天，它的名称也可以标示鲜乳。我们这最主要是要把它区隔清楚，让消费者认清。新法规定，国外进口牛奶爱改做是用动物奶，还是爱标示牛奶还是羊奶。牛奶爱伫出伫政府合法还是验证的相关标章，才会当标做牛奶。液态奶产品伫态大细甲成分调整也有规范。那调整奶利润由奶糖伫外中明显所在标示范围也扩大到营养的配方食品等等。就目前市面上店看的牛奶茶也爱改名。其实要有一段让顾客。对空间呐，我觉得无所谓，好喝就好了。如果有标章的话，我就比较相信那个。牛奶新定期会伫明年7月实施，国外进口产品想要标示做牛奶，也爱遵循出地相关标章，才会当进口。那违规相关，恐惊以食案罚400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影响到19000人的高雄大南部千村都市变更计划开始启动了。按说明年6月底呢会完成都更一坪换一坪，增加2.82公顷的商业区。按算6月24到26要办3场的说明会。不过当地里长和民众虽然受无同款的意见。大南部居民提出千川预定地地质图，1、2、3区是依照阿门港千川村落来土地，4、5、6这3区是新挖出来预定地。对106年开始讲的大南部千川，高雄市府初二启动千川安置地都市计划变更作业，目前草案等咧公开展览。有民众讲，无论是环境的规划，也是保障内容，市府有提出升级。不过，毛里长认为，这个内容根本无符合地方需求。刚拖在顶板在做回，在做立化告了呀。我们要的建蔽是要全都可以盖房子的呢，企业高雄错呢，啊，这个说明人家公会本来嘛是个大一片。基林我哋到的话，是一个资产重造、资产改造，增加资产和起来资产稳定的比较无同。啊，你今日如果用增加资产去到起来的时，重新改造变成比较有拉高它未来的整个资产总值。大南部千川影响到19000人、11000户的权益。都发局表示，这摆草案变更维持土地一边换一边、主题区换主题区、商业区换商业区的原则。为着要符合商业区地主的需求，有新增加一个2.82公顷的商业区。另外，民众也当透过高雄处的申请，将建蔽率提升到80%。大家都期待建蔽率看是不是能够放得提高一点。那因此，我们也特别规划，透过民众如果能够申请高雄错的相关的一个设置的话，那基本上这边的建蔽率是可以提升到80%哈。都发局表示，千川草案会公开展览到7月7日，因按算24到26，要伫凤山区公所、前镇区公所甲大南部活动中心举办公开说明会，欢迎民众参加提供建议。记者郭家祖、郭超勇、郭永昌报道。台北信义区的立北皇家社区，伫91大地震了后，鉴定出来是海沙厝。这社区有223户，经过25年，总算是有共识，大家拢同意都更住户也拢真期待。大楼外观的态度落落来，现场救起封锁线，北市信义区立北皇家社区伫更新重建进程，是厝龄39年的14层楼更经控制力的建筑。92大地震，过当年经过鉴定了后，确真是海沙屋建筑物，住户达到223户。经过25年整合，总算出的共识，进行都更改建。2、3楼剥落的很严重，毕竟是海沙嘛，所以说它腐蚀会随着时间会不断的增加，所以说我觉得这栋大楼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危楼。这个是指标性的一个都更案嘛，希望说能借由这个都更成功哦，带动其他地方哦，能够尽快的来进行都更这样子。这个案更新了后，会兴建一栋地上24层、地下5层建筑量体，总户数312户，有计120年完工。住户一直讲期待迎接安居好处，社区都经重建主委讲其整合过程真不简单，也表示希望市府未来给提供法律层面的协助。毕竟都更真的很精，又精又深，希望政府能够对之后要都更的这个所有的都更案呢，能够给予比较多的一些比如说相关的法律上面的咨询啊，或者是提供相关的辅助。是不是我们在相关都市更新条例或是相关的法令上面，他们觉得有所不足或是在其他需要协助的部分，这个我们来真正的了解，然后才能真正来协助。王玉芬也强调，北市推动都市更新政策是重中之重，推出公办都更7599等都更8线政策，希望透过公私协力加速都市更新，也希望建立良好的协商沟通平台，继续推动都市更新。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即马出门塞车骑到奥多拜呢，就要特别注意哦。若阵无说你恐惊会食罚单。这表示县政府为着要改善车祸情形，5月中开始，伫苗栗市围公路7个路口画专门倒弯的车道，说是有民众无看清楚，或者是无熟悉，互开几落张的罚单。县长张东金今仔日表示，这警方有接到51件违规案件，会全部回收。2礼拜内也会设告示牌，有1个月时间，互民众来适应。
民众行车记录器翕到，轿车车速无紧，也毋过挖进路口的时，突然向正平，驾驶人可能发现驶伫倒弯的车道，过路口佮变作正向，佮赶紧扭转来。后壁车也经过会面提出检举，短1公里导航检举6摆。当地里长也讲，这条道路正式偏心色，倒弯道了后，未少民众就安尼放开罚单。你左转的时候，那边国马路又是直行了，你根本左转不过去了。那你等到他可以过的时候，又红灯了，警察一来又开灯，那天我儿子就被开了一张闯红灯啊。大家就可以死定了，对不对？开灯就是好像倒霉鬼一样。这是苗栗市区的围公路，自从5月中开始，官府正设7个偏心色倒弯道，希望透过标线也是做划线导引，倒弯车抬转的时阵，袂启动到后壁直行车。也毋过当地民众讲，设置了后用路习惯也袂适应，就是路口加这条车道也会当直行，也因为路无宽，压缩直行车的空间。包装的人因为想要施工的速度够快，他就一次从头画到底。那画到底的话，那改那个红绿灯的灯号来不及。我觉得这个不能归咎于乡亲，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承担。馆长张东锦讲，警方目前接到的51件违规案的收回，由厂商也是官府承担，也要求官府相关单位赶紧改善。官府会同当地人士车衫进行会勘，2礼拜内会改善好几个告示牌。将近1个半月的时间，让大家来适应了。民众随后检举的话，这是细则没办法可以劝导代替处罚。如果说同仁不依规治单的话，会有图利的问题。警方表示，交通工程改善了后，会有1个月的适应期。除了重大违规，警方会以劝导为主。目前51件违规案中，有21件已经寄出罚单，其他也在依法处理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人讲带牌是一时，学好就要开3年。这台中呢有1632间夹红仔机的店面，这数量是全国上界多。最近有民众发现讲，这夹红机内面竟然有放成人用品。市政府是讲，逐礼拜拢派人去稽查，也讲这个业务牵涉到5个局处，店主也真歹找等等。儿童福利联盟是建议讲，这经济部呢，就要把这自动贩卖选物的法规有效较悬，也要有处罚的这规则。政府才有法规对咧管理。生鲜用品就安尼踩伫业保红仔机器内面，各家己改装机台，影响业重物件的几率。这边受保证业重物件的金额超过法定的990块。台中市业保红仔机的店家有1632间，是全国第1，违规的乱象一堆，但民众对政府敢爱管理看法不同。就觉得一般夹娃娃机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蛮奇怪的，防范让人家不进去，未成年不进去，这才是个重点。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对，那有没有？我觉得有没有存在，那也是其实有这个商业的模式，也没什么差。台中市府统计，红叫做业保红仔机的自助选物贩卖机，违规情形的前3名是占用车路和顶仔卡，造成半暝加差，含放不当的物件。逐礼拜警发局拢有排定稽查，而且对离国中小无到50公尺的来采罚。针对自动选物贩卖机业者稽查共754家，其中距离国中小基地境界未达50公尺者，已经裁罚了10家，罚款金额大概是20万元。我们将持续追踪至改善为止。不过，警发局嘛讲，稽查照产品的特性，分属警发局、社会局等5个局处，开发的依据法令嘛无同，正歹联合稽查。而且业保红仔机大多数拢是无人店，要找到店主嘛无简单，执法是真困难。儿福联盟认为讲，业保红仔机店这囡仔和少年都会当出入，但是内面所有黄色的布料，也是用料会调调的商品。经济部虽然有管理规范，但是位阶上低。就我们的立场，还是会建议中央这边可以提高这个管理规范的位阶，比如提高到法律或者是一个条例的位阶，甚至明定违反了相关的处罚的规定避免说各县市会有一个自治条例规范这个宽严不一的一个状况。日福联盟是建议中央要提高管理规范的位阶，而且明定罚款，和各县市政府会当依循执法，才当避免现行自治条例有的严有的无严的状况，才当有效来管理。记者综合报道。
这水若是插地，对店家或者是买菜民众来讲，拢是非常无方便的。有900年历史的高雄南仔坑第一公有市场，最近有这个店家伫咧反映讲呢，便那落雨厝顶就开始漏雨，已经反映3年啊。这漏雨情形是愈来愈严重。那市政府是解说讲，对113年开始就起哩补，这摆可能是这厝顶遮雨做了无够周至，要赶紧联络厂商来改善啦。应该把去年的影片再拿出来对照一下，就1年了。外面落大雨，南仔坑第一公有市场这道摊商的打柜，内面的水嘛是规空倒，面桶啊、烟桶啊拢提出来渗水，也是袂负责。摊商讲，这个情形已经连续反映3年啊。管理处拢讲有处理，不过水嘛是共款漏，而且1年比1年严重。啊，今年我看是较严重，应当啊我唔捌看的安尼啦，应当啊无啦。伊偌严重啊！你敢会使形容者，水是流到安怎？啊，都用拔桶底啊，都规桶拢乱出来。市府那边他们有回应说他们有在处理，但是我没有看到成效。最近他说他是那个集水槽，它有分流，反而还比去年更严重。原部分空间雨遮无法完全密封，致雨水从该处渗漏。已请防漏厂商明日即刻进行改善。经发局表示，摊商反映的这栋市场是民国5年起的，因自113年开始就进行掠漏修补的作业。不过市场的天棚也是会当看到有人用大机雨伞来遮雨。有市场管理人员讲，市场的建筑物真正伤旧啊，敢若用补的用炸的效果有限，进前爸爸讲要改建，不过困难度上悬。市政府他有真的有决心要改建啊，他是真的是想改建啊。他有规划还是什么？跟你们承诺什么吗？不是，因为是我们这个摊商的关系呢。你说要改，他们要建筑的话，你想啊，大概要2-3年吧。针对摊商环境漏水严重的所在，经发局表示，已经请厂商测试先去做改善，后续会继续追踪改善的状况。记者柯家族区朝阳高雄场报道。来看花莲海青高中毕业生陈思涵，虽然家境无讲介好，不过伊靠卡巴迪运动捌摕到全国冠军，也获选做国家代表队的培训人员，今年也得到总统教育奖。正伫毕业典礼会场，这位长头毛的高中查某学生，就是今年得到总统教育奖的花莲海星高中陈思涵。伊唔捌怨叹，厝内清寒，为国开始接触卡巴迪运动，2023年到校队参加总统杯全国卡巴迪锦标赛时，就摕到高中女子组冠军。很开心，是因为自己的努力有被看见，虽然家庭辛苦，但是因为教练教会我的，要努力坚持。然后不放弃。但是含自细汉爸母离异，母亲一个人请养3个囡仔，伊唔捌互妈妈操心，兼顾学业成绩，也做山工分担家计。顶个月成功录取国立台东大学体育系，佮竞选2026年名古屋亚运培训选手，获选了国家代表队。那因为这样的表现，所以得到总统教育奖。那他也是我们学校最早这个特殊选材录取台东国立台东大学的同学。录取国立大学，佮竞选歌手，即马佮赢获总统教育奖，这个好消息，互辛苦10几年的妈妈感觉真安慰。未来就可能想要当个教练或老师这样。那妈妈给他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想法就是还是一样他的后盾，永远支持他。另外，陈思涵也是世界电漫会长期资助的囡仔。电漫会表示，像这款需要关怀加经济帮助的弱势囡仔，伫花莲大约有3600名，真欢喜帮助的对象会当勇敢追求梦想，佮得到肯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年的6月7日，就是绿树天安门事件36周年。对199抗年开始呢，香港逐年拢会举办绿树烛光晚会。这项活动对香港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参加人数上济到18万人。住伫咧台湾的香港人傅汤伊就表示，对2020抗年开始，香港已经无法度举办绿树纪念晚会咯，台湾的存在就变加足重要的。2019年反送中运动，香港人挂风度面大，对抗中国政府，这是香港人一世人拢无法度放袂记的痛。这场伫咧228国家纪念馆的展览，是一场流亡来台湾的香港人所办的展览，或者香港人权作品展。规个展区拢是红色的光线，互人有一款压迫的感觉，表达香港人当咧面对着红色恐怖。
做了一个装置，就好像象征的你失去自由，然后就坐牢就失去了时光，跟现在香港面对的情况一样了。除了香港艺术家黄国才同款是展览的7点0副通，伊也是第一批参与反送中运动，互香港政府起诉的人。伊伫咧4当前和牵手流亡来台湾，现在伫台北做自由的健身教练。伊讲拜三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6周年，自从香港和中国政府主动举办天安门纪念活动了后，规亚洲就剩台湾这个所在会当纪念这个受难者。在香港被压迫的以后，台湾这一边基本上是亚洲地区差不多是唯一一个可以这样子公开举办这个烛光晚会的地方，所以现在的存在它的存在已经很有意义。副通讲，对1990年开始，香港每当拢会举办六四烛光晚会，这是香港人规模第2大游行活动，也是因的传统。每当拢有几6万人参加，上济有到18万人。为着要延续这项传统，因伫咧拜三暗6月初4这天，也伫台北自由广场举办六四纪念晚会，希望记住历史，唔通互历史的伤痕无声无息消失去。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六四事件36周年进前，伫社群平台有一段影片，是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参加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升旗典礼。典礼伊煞爬过维里亚，冲到升旗台，这个查甫人互掠走，目前也无清楚伊的身份甲动机，官方也拢无对外说明。不过这时间和地点真敏感，引起众人关注。社群平台流传这影片，一个穿乌衫查甫人初一透早参加北京天安门广场升旗典礼，刷雄雄跳过围栅，冲起咧升旗台，随即有真侪个警卫甲便衣持刀赶走，现场民众一直伫议论。目前也无清楚查甫人的身份甲目的，官方嘛无对这代志发布声明。不过代志发生的时间地点真敏感，引起关心。因为六四事件36周年要到啊，由罹难者家属成立的团体天安门母亲嘛发表祭文，讲发生伫1989年6月初4透早，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北京天安门学生运动的事件已经36年。中国故意暗藏唔讲起，搁再声明真相赔偿负责任3项诉求，呼吁甲政府进行对话，并要求透过立法甲司法程序解决六四所留下的问题。伫台湾香港人怨叹香港2020年开始禁止大规模六四纪念活动了后，台湾是目前两岸三地唯一会当公开悼念的所在。历年来拢伫中正纪念堂广场举办六四哀悼暗会的民团，即阵所收到恐吓批，威胁要阻止举行暗会，拿刀这个威胁这个与会人士，甚至他身上会绑炸药。所以呢，中正纪念堂也不敢怠慢马上呢就交给了这个警方来处理。市刑大以及台北市调处，就是调查局这边，做进一步的处理正在追踪他的 IP 等等的。华人民主书院表示，恐吓会件凸显和平集会甲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已经通报警方协助加强维安。佮讲，六四暗会是捍卫普世人权、守护民主自由的重要公共行动，呼吁民众踊跃到场参与。记者综合报道。南韩总统选举今仔早起开始投票，投到暗时8点，上班明仔载透早就当知影结果咯。这届这选举是正日，顶礼拜拜4、拜5有提早投票，这投票率创下史上第2高，少年族群的投票率也增加不少。这南韩的电视台 SBS 的开票转播也真活泼，吸引民众关心政治论述。南韩总统选举初3天开，不少人透早就来投票。本届大选是前总统尹锡悦因为戒严事件遭到弹劾了后，经过171日的国政抗辩，将会结束。또 그 입장을 어떻게 모른다고 해도 얼마나 좀 헤아리려고 노력을 하는가, 또 이런 부분들을 좀 많이 보려고 하는 것 같고, 좀 열린 사고를 가진 사람을 뽑고 싶다라는 생각이 있는 것 같아요. 进步派铁票区的广州为提前投票的顶迄日前，投票率超过50%。顶礼拜4、拜52日的提前投票率创史上第2高的34.74%。不过保守派票仓大区只有25.6%，反映保守阵营整体士气低。当地选民有不少人已经改变立场，不过也有人强调应该维持平衡。 우리가 입법부 국회였던 기능이 지금 야권 쪽에 많이 편중이 되어 있기 때문에 균형의 측면에서 이제 여권을 좀 생각하는 거고. 저들은 우리나라가
전체적으로 외국에서 봤을 때는 진짜로 막 이상한 나라가 돼버리잖아요, 안 그래요?三情节电视台转播开票也大大采用各种创意，当会呈现候选人同被烫踢卡球，各种新奇视觉效果吸引观众的眼光，甚至有名影集、游戏，拢正做开票节目的主题，将南韩传统甲流行文化用伫计票的工作中。 밖의 시선에서 한국의 개표 방송 보면 당연히 좀 다르고 신기할 것 같습니다. 그리고 아마 후보들을 이 정도로 희화화 시켜가지고 그래픽적으로 표현하는 것도 저는 본 적이 없는 것 같아요. 大家也认同画面对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有帮助，那也会当连带和民众关注政治论述的实质内容，安尼就真有价值咯。公视新闻陈慧玲编译。 各位观众朋友，做来看明仔载的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1度到2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1度到27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28度。 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9度到27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